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立法院你还可能关心吗？即马是毋是大家拢咧关心着大罢免？立法院游园场内场外是大车拼，罢免拿力32-0现阶段，刷来一礼拜，还阁有互意见传咧等，敢会一路2026才会来定江山？今仔日是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金杰，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民主进步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今麦罢免的进度。罢免民进党吴思瑶立委的这个团体，今仔日去到中选会来补件，因强调讲今仔日会补上到2839件，来展现着国民党的民意。另外，国民党党团嘛表示，因当咧讨论要提出反废死公投提案，民进党是批评，因敢若是想着要挽救因罢免的危机。甲要补件的罢免连署书用什么第2号送去中选会，进行罢免案连署第一阶段结果公布。9个立委罢免案无通过审查，带动三摇团体撤拉去中选会补件，强调这届送的分数是2839分，展现民意。哪怕我们需要补件，但是我们的补件的数量可以比第一次送件的时候多1件，充分展现出我们支持者对民进党的愤怒。对吴思瑶的不满。对我发起罢免的这位赖先生，他是傅昆萁的前助理，所以在傅昆萁的团队，法律也没学好，然后连数学统计都这么糟哦。吴思瑶颠倒批评进前的查对结果有死亡人数86人，要求台北市选委会应该爱面对可能有假造人数的情形。大罢免热都还未休，尤其是针对民进党立委的罢免人数，第一阶段人数审查都无通过。那真侪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案，特别进入第2阶段的人数，传出国民党党团反这大罢免，要提案反废死、反空污等公投案。反实质废死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演绎可能要进行公投啊，那包括不管是联署还是立法院提案，如果提出那个反废死的这个公投，还有反空污的这个公投，不只是台湾民众党，我相信台湾多数的民众是会支持的。国民党为了怕罢免，想方设法要解救自己的立委。国民党就是要救罢免，所以才想要绑公投。民众党团表态，反废死是多数民意，反空污是关系重要民生，那做有提公投的支持。毋过另外批评，那样只是想要解救罢免的危机。罗志强表示，当公投决定重大事项，到立法院修法的时阵，就会当有强大民意做靠山，互执政党袂当过闪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睇这新闻大看到2项代志，一个是今仔日补送件，送这个吴思瑶立委的这个罢免，另外要来绑这个公投，绑2个议题，一个叫做废死，一个叫做空污。这样哦，这个绑公投的代志，咱两车小等才讲。我要先问吼，林议员，你这摆敢有动员着？我是在这礼拜1开始，我党我承受到真侪压力，讲国民党你无效。我人拢伫罢免，我国民党要点挑，我恁是伫创啥？我咱眼目睭眼睁睁的去目睭金刺刺，看到讲咱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去用罢免，我党就讲安尼咱来做伊的罢免的伊个靠山，咱嘛爱来甲支持。我即马开始放一寡服务处，放一寡联署书，互人来，人要来签，我才算有点啦，设一个点。人愿意来，我唔是去动员，
我囥伫遮一寡人吼，我甲大家通知讲，阮遮嘛有你若要来写，你就家己来。我是无吼专力去动员，我若去专力去动员，我伫遐选3万票，我比啊甲分就一堆人就来啊嘛。啊，现在你不爱卡手较紧？阮即嘛是安尼，党爱有指示嘛。党你若讲咱是被动，吼，我人若讲，咱毋是要提出大罢免的哦，大罢免是谁提出？大罢免是咱民进党执政党，吼，伫罢免。我昨昏在中常会我嘛讲啊，今日咱为什么咱这个国家、咱这个社会怪乱糟糟？是啥物甲咱罢免？咱是在野党，咱去罢免要创啥？无可能的代志嘛。是咱这个执政党，吼，咱的吼，因为这个中交柯建铭啊、郭建铭，因讲吼大罢免时代的来临，讲要来甲恁这立法委员要来甲你大罢免呢。我尾我昨昏我伫中常我就讲吼，这错吼，这啥的错，拢是韩国瑜的错，韩国瑜的错，变韩国瑜的错。对啊，安怎讲？因为吼，这个郭建铭有讲过，咱这个韩国瑜啊，伫高雄就去用罢免安尼，伊去走吼市长做人走去选总统。结果大高雄人看袂过，甲罢免啊嘛，罢免伊就死翘翘啊。结果以后死毋死，佫做不分区，来走来立法院选举，佫选到院长呢。本地照讲，这个院长爱怎做，爱郭建铭来做嘛。所以讲伊做无对，伊即摆就讲要甲罢免，伊嘛讲啊，即厝的吼，就是要互这个咱韩国瑜啊，韩国瑜嘛，要互落来，佮罢免成功，院长、副院长拢要落来。所以讲这是伊的宿命，伊要甲办超度。这是郭建铭有讲哦，伊伫媒体有安尼记者会有讲啊，要甲超度呢。记住，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讲吼，人已经兵临城下来到遮，在一个拜一进前，你已经有感受讲哦，这不管是民进党党员也好，还是公民团体党员，其实咧声势拢真悬。你迄阵时敢袂担心讲哦，你家己的同志，踮咧遐叫人罢免，叫人提出来，咱国民党会落差，你有烦恼无？我有甲党有反映，我有反映讲，咱是毋是党吼，嘛爱有一寡政策，爱有一寡吼，这个要来甲支持咱新北市6个总统罢免呢，对吧？我嘛甲党讲的，安尼敢袂使咱静悄悄呢？我甲讲两个吼，迄阵时咱哪甲你回？伊讲吼，静观其变，吼。你有同意无？我无同意。我昨下伫争论节目嘛讲啊，两国论，什么叫两国论？我讲一个大家听，咱有两国论嘛，吼，台湾叫两国论，一个叫韩国瑜，一个叫谢国良，两个国，吼，我高雄啊，连自己啦，我去找韩国瑜吼，我落去高雄讲，市长，你即马吼要互罢免啊？你即马到底有啥物政策？国民党大家拢无法度来甲你支援，你前面目睭金丝是去互罢免吗？伊讲吼，我们冷静冷静。我们尽量不要刺激，卖刺激。我吼，那无刺激吼，大家减出来投票，我袂过啊。结果去用罢免成功。我即马家人的这个，拢无听你的话呢。谢国良，我就甲党讲，袂使哦。咱爱甲炒好热，安怎讲吼？咱爱比较咱选举模式。结果吼，我就开始咧做势，开始街头去夹鼻啊。安尼你看嘛，我就赢，我就无用罢免啊。毋是啦，应该你出来选主席啊。无啦，主席吼，主席拢无听你言呢。无啦，我是感觉袂当想咧。我请林议员，你像金家安尼讲起来，安尼民进党是互公民团体带咧行，还是讲踮咧后面咧煽动？这是因的讲法啦吼。你家己所观察的，恁新北市是啥物状况？讲起来，咱要煽动是无遐简单啦吼。即马公民的这素质真悬啦吼，其实因对政治真关心。即马咱这新闻资料啊吼，包含咱立法院这直播啦吼，大家会家己去看呢，毋是讲啊新闻有切一大才要看。所以因对即马过去这段时间立法院发生的代志，大家是心内就有感受的。所以真侪罢免团体，咱刚才转来讲新北市。我感觉刚才我来举一个案例啦吼，就是讲咱实际吼，这个廖先祥委员啦吼，其实本来嘛无伊个代志啊，本来大家嘛咧讨论罢免嘛无这个人拿出来啦吼，但是可能咧讨论咱咧审查这个总预算的期间，常讲讲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社会主义问题啦吼。伊去到伊行翕到一个态度，佮讲这就是啥物鬼所在吼，无人要去带啊，这无检索过啦吼。结果大家一看在地，这实际的民众就讲，迄就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嘛，大家嘛真期待
像咱新北市政府，唔管是市长、副市长，就讲啊，这摆咱甲中央要来合作，要来起这个社会组织的部分，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共识的代志。结果伊一个人可能因为迄个气氛无好，你看伊气氛无好，伊去讲一个气话了，是指当地咱这重新就讲倒起来就讲啊，为什么你会去讲这个代志？因为足侪咱里长，包含我会记伊讲这了，随里长去伊个面册甲讲，和网络顶上甲讲，委员这当初咱是有共识的代志，你哪会常常去批面吼，要反起反倒？啊，这个少年就讲啊，实际即马厝价遮悬，交通无好，伊即马毋是干那起一个社会组织尔，伊是交周边这交通的道路，嘛拢要来改善的工课，迄毋是一个单纯起一栋建筑，起一个厝壳安尼尔。所以大家是真期待这个大的建设的时阵，结果你一个。因为你个人的态度，啊，佮有这的其他立法委员来甲这个有成咧甲抬掉以后，即马讲我听讲是安尼，一礼拜以来，伊的人数啊吼，都超过迄个第一阶段的要求啊。干那一礼拜，我本来嘛想讲，啊，这敢有法度？虽然讲啊，这个咱像新闻插较少热的，现场咱去签名，这个人数数敢有法度讲啊，一礼拜去到这个3000、5000，结果我一礼拜就7000啊，吼，2礼拜了讲万桶。我讲这嘛无看伊人啥物咧运作。你会了解是按民进党的条卡好，还是民进党这个里长应该真少吧？真少啊！所以我讲这完全是公民家己出来啊！吼，我有看因讲，有因咧网络家己有创一个赖的迄个群组咧内底啦吼，讨论讲讨论这代志，讨论2礼拜。常常讲这个代志发生，因为因嘛咧想讲啊，其他有咧罢免，咱嘛爱来看咱家己的立委有做好做歹嘛吼，是毋是爱甲监督者？结果进前拢无代志，这群组内底100人、200人，到尾累积到3000人，一暝常常变3000人了，过工就讲咱要来人数，一礼拜都好过。所以我讲其实即马发生这个罢免的代志，你袂使讲这是啥物人特别一个人的责任啦吼，因为即马实在是我讲过去一段时间，立法院发生的代志，尤其是。后壁咱会讲到一个民调嘛，大家对立法院发生的代志是拢咧看，80%的民众拢有感觉讲立法院发生的冲突是大家无法度接受真严重的工课，所以伊现实中发生就是对。安尼2阶段是听起来民进党敢有要介入？即马听讲，主席有希望讲，咱会加一寡力啦吼，去互辅导因会使搁较顺利啦。人因即马就开始啊。听讲，恁这边咱会使讲听讲。这人因就开始啊，民进党我讲袂使用罢免，袂使用罢免嘛。当然嘛，大家会互相啦吼，互相努力啦。但是我讲，因为即马我头先讲，听讲的部分因为新闻有报，但是实际上以阮公职来讲，也未收到党部任何正式通知，命令讲你要安怎动啊，你要安怎运作，其实即马是无。哦，所以我讲我是看到媒体有安尼交代，啊，所以咱会使就是做一个心内准备啦吼，因为阮进前就是有咧支援遮的这个公民团体吼，譬如讲有需要咱。服务的所在，譬如讲伊要种场地啥有诶无，咱会去斗相共，啊嘛甲经济遐共款啦吼，然后因有需要讲要签联署书啊吼，咱嘛提供一个像因共款啦，嘿，共款意思。其实咱嘛无讲啊，我手头我甲偌济这个干部，偌济条卡，咱拢出来支援，即摆抑阁无这个状况啦。也无吼，所以抑阁无真。我补充一下，我感觉讲这朋友吼，这嘛我好朋友啦，我嘛临事中亲的啦。我讲吼，拄则若照朋友安尼讲的吼，伊讲啊廖先强伊安尼讲吼，讲啊迄是一个几所在无人去大，安尼来甲罢免吼，安尼拢罢免袂完啦啦。我是感觉讲吼，人立法院内底，包括阮议员内底，你议事内底，拢言论免责权都可受公平啦吼。咱两位教授会当评论看卖，你若讲一句话安尼讲尔，你就要讲罢免，咱台湾另外就罢免啦。迄反正吼，一阶段、二阶段，迄路还阁真长。对啦，我是感觉伊也毋是讲东干善人太人放火嘛，啊，你安尼就要讲罢免。这我相信这即摆已经过关头一坎的哦，拢毋是杀人犯啦吼，我想拢毋是啦。但是旋转不甲安尼，上后要过来拔这个公道吼，我要来问这个李老师吼。是。即摆国民党要推杀讲啊，要来绑这个废数，甲绑这个空污，这中间这个道理是啥物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因为吼，其实踮咧这个开始，这个你讲国民团体嘛好，还是讲民进党伫背后咧推动这个罢免案吼，其实国民党其实都有咧想到讲，到后壁一定的嘛。
加减啊一定会成功啦，因为即种你第一阶段的人数一定会加，因为1%的选民的量嘛，所以普通来讲一定会加啦。所以大家就看第二阶段，你的人数到10%嘛，10%迄种都要看咯，看后壁有遮侪人要来支持无。当然啦，民进党为着要有即个罢免案有法度成功，因为因拢知影罢免案咯。普通过去的这个案例来讲，经验来讲，投票率一定低，因为大家感觉无代无志，我无要出门啦。所以因其实已经咧发动公民投票啊。因唔是当然因无靠家己去发动，伊请迄个公民团体已经去踮咧去中选会已经提起4个案啦，公投的4个案。你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对，已经有4个人踮咧中选会啊。第一有的是讲针对迄个选罢法，咱国民党踮咧前会期嘛，吼，前会期在野党通过一个选罢法修正案，你要罢免联署一定要身份证嘛，所以因就提出讲不用身份证嘛，因反对嘛，所以针对。前会期、前会期，这个在野党推出的一个几个些法案吼，因来推这个国民投票，是这个。所以其实因拢去暗算啦，因就知影讲，我今仔日若等这个罢免案、若成案的时阵，就中选会就开始要决定讲当时要投票对无？因为当时投票是中选会决定嘛。啊，不过大家拢知影，咱的公民投票。自从迄个修法以后，无甲迄个大选挂钩，所以你若讲有投票案，就规定踮咧8月中嘛，迄个8月应该是8月的一个第3个拜六嘛，第3个礼拜拜六，所以今年是8月23，所以已经民进党已经炮战咯开始啊，已经选好，变讲若中选会若。这个罢免案若有诶，经过第2阶段，若比如讲审案啦，照你讲，对民进党来讲，上好的时间就是选迄个823嘛。哦，那安尼算起来，民进党4个案，啊，国民党2个案，啊，毋就6个案。啊，所以大家就是，比如讲，就大家开始。这袂火气吗？啊，无法度啊，因为你若这个时阵，国民党开始当然像迄个林议员我讲嘛，本来。党中的意思是讲，不要对抗，你那卖激起这个，卖对抗的时候，卖激起这个对抗吼，卖激起这个氛围，啊，大家可能是讲较冷嘛，较冷可能去联署的人无济，啊，问题吼，因为一拍联署其实紧啦，而且大家拢知影，国民团体唔是为2月1号开始联署呢，伊是为去年。就开始咧动员啦，所以这个联署，比如讲因可能有超过3、4个月联署，所以一定会过嘛。第一阶段一定会过啊。我是2月初才开始的。就我知，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讲，啊，你那是2月初才开始？我规矩，我修法。问题这就是这个法律的。我修法就是讲，照讲罢免案你是满1年以后才去推动，啊，问题民进党讲。我满1年，我提案，我无代表我开始联署，所以呢，亚基军啊，真算无？我问老师，在你的看法，法律上敢有违法的所在？伊就是讲，你法律咧定的时阵吼，你要定讲，什么时阵才会当开始提议？伊的第一阶段是提议啊，啊，伊咧争论的迄个点就是讲吼。袂使讲，袂使吼，就是啥物时间到吼，1年到了，才会开始会当去证明遐个动作吼，啊去联署，啊去提。袂使嘿好安尼。啊，但是就是啥那依法度，即个选罢法修正要用公投的意思，就是伊甲通过，伫即个任期内底伊甲加严啦，这是违反宪法的，是安怎？就是讲我选你，但是你伫4年内你甲修改迄个规则，好较难的，啊，较难罢免我家己，所以这就是自肥的条款啦，吼，啊，毋是讲伊讲
讲到要减塑胶的代志，就按这把火就倒起来啊，无遮简单啦。因为啥哪念知，就是一直立法院通过遐个法律吼，老草吼，拢用表决的，嘛无用讨论吼，预算抬到火流火滴，断骹断手。所以台湾人民看来讲，嫌这社会主体这个代志，你会当参详啦。但是嫌讲吼就你拢讲好啊，敲好啊，你搁硬要去甲抬啦。吼，第二个林议员伊有讲，毋是讲干那迄个减塑胶即支茶甲拢落，规个就拢倒啊，无遮简单。国民党若个无法度了解即个道理吼，今仔日遮济代志吼，已经拢起风啊，有土粉啊，天顶也落雨啊，恁搁无法度了解是啥物原因？啊，恁即摆讲吼，人甲你罢免，你拢讲恶罢啊，吼，啊，恁甲罢免拢善罢，结果恁家己的善罢无认真啊，吼。咱若要抄人个，咱要交速题，一定要较认真诶。咱认真去看要啥物人来联署。结果开始认真哦。毋是，内底有往生诶啦。啊，即摆你讲吼，伊即摆讲民进党内底诶，那会迄个签了死个人，吼，意思讲无遐济。我意思就是讲吼，你免去争论迄啊，你若一件一件好咧用，较顶真诶，今仔日袂做成即个结果32比0啊。哦，当然有保证的啊！我要意思，我要讲吼，我简单讲就对啊啦。你要甲罢免，你有会当用任何的理由啊，因为这是宪法的权利。但是你在联署的过程中，你得要顶真啊！你袂当讲凊彩用的啊！吼，啊有诶，听讲是用抄名单的啦，这是上歹的啊！国民团体今仔现在有法度会过，因就是一步一步照起工来啊！吼啊，国民党是毋是无照起工来？恁来检讨。哎呀，李老师就报是。无啦，这我知影啦，因为那对即摆中央这个总选会伫踮咧民进党手内嘛，中选会应该决定当时去举行罢免案，对无？好，当时要投票嘛。无啦，伊法律有规范，讲60天啊、几天安尼嘛。啊，问题就是安尼，因为你若讲若要对决的时候，对国民党来讲，上好是同一天投票，大家才有法度蓝绿对决嘛。所以，比如讲国民党为2月1号开始咧见面，就所以开始咧紧张嘛。所以当然啦，你应该讲这因为这个步数，这个操作吼，其实你应该讲错误啦。免来讲，李老师，你有感觉党主席这个心智无味，别人去算在？这都无算到，就是讲到后壁愈差愈就人经过遐人，伊就算到会到，算到会到啊。迄当初你若讲开始私底下开始咧动员，无恁话讲卖讲第一开始就扯出来，啊问题你若到后壁你想要甲因同一个时阵，哦，因为你若讲同时递件、同时审查通过的时阵，照你讲应该同一天投票嘛。所以国民党遮咧关这一定要出代志的。无，即摆应该是后发先至。恁即摆有几摊开始咧报。阮朱立伦主席吼，伊毋是算命的，伊无法度未卜先知啦。我毋是讲，我毋讲伊算命，我讲像你安尼会，毋是，去先甲警告啊。阮吼昨开中常会啦，我讲我为虾米毋较紧的，别人提早就伫布局啊，咱还搁遐吼，国际牌静悄悄，我伊讲无啊。咱就2月初甲一动啊！这法律规定，咱就2月初，咱2月初一啦，咱是乖乖排呢。别人要违法，咱袂使对人去违法啦。安尼讲嘛有理咧。我是感觉讲是安尼啦吼，讲用抄到遐一寡往生者，我就是讲迄种要怪国民党，我嘛爱解我切，嘛是爱咱当。啊，到底是毋是用抄的啦？我讲，我嘛毋知迄倒遐来嘛。阮讲，我家己吼去拜伊甲开始哦。苏卡位。伊迄抄，伊迄人数上悬的，往生的上悬的。不是，我就甲注意讲嘛，我是接到中央的命令讲，咱要开始咱已经32比0啊。啊，迄个模型啊，摕来抄的。咱只好咱家己爱跳落来啊。过去因安尼用，咱毋知，无咱就共合作。我比较甲分的，我来，买人数来我遮，我过去拢无叮当。我看到安尼下咱都目屎，啊，国民党即嘛是咧甚至都是投靠红站呢，去用口斗呢。咱是迄个9比6，咱赢呢。咱即个是32比0、32比0呢。咱来叮当，叮当我嘛讲好，阮遮会当连署，恁若有愿意连署，阮是无去动员。毋过我甲大家讲，会当连署，阮遮有，恁若要来恁就来。阮是用即款方式，是用被动、被动的。
所以讲我讲，老师你讲迄死人去，我嘛唔知影倒遐来啊。咱坦白讲，我若讲我叫做林金杰来抄，林金杰来抄嘛，未通提出讲抄到顶高。讲啊坦白的啦，会晓做这款代志的人，你认为伊敢有可能去抄这？迄拢吼骗鬼袂食水啦，迄安那来阮起来毋是毋知啦。你若讲国民党今日要甲人罢免，拢摕一寡来，国民党好包包去，收去，登去去困啊，莫甲人比赛啊，连你这都做袂过，这就感觉真拉美啊啦。所以讲，阮这毋是阮做，我必须。你讲拉美，我是毋敢讲。不是，你若讲事实啦，阮家己要做吼，讲啊坦白的，阮乃袂晓讲吼，家己找一寡名。我是想袂晓。党员就遐啊，党员来抄落啊。我你连党员嘛，已经往生的拢搁摕来甲抄。啊！你嘛伤含嘛，对不？我这款当讲吼，马上开除单调。我就问你，咱新北市东部会注意跆拳道比赛呢，世界第2个啦。黄志雄啦，你懂这个啦，是啦。我所以讲，伊嘛无下令讲，阮就爱去做这款代志啦。我只是讲吼，这人电视报甲安尼啊，红马甲吼臭头兼烂去。无啦，即马佫按算吼，即马人拍拼。阮搁拍拼，阮嘛要甲全国人民讲，毋是阮吼国民党硬要去甲人罢免的，是讲咱今仔日咱已经发觉到安尼。应该故意啦，吼，应该故意啦。人国语讲温良恭俭让，哦，甲执政权啊让给人家。卖样啦，这民主政治对不对？无你即马要罢免什么？对不？该做爱做啦，该做爱做啊！你若是认为对的代志，啊，这典型的民意，互大家知嘛吼。但是，虽然我要请教的朋友吼，即马这大罢免吼，第2阶段开始，我相信恁拢选举过，这个罢免唔是遐简单，其实真困难。吼，会要叫你动员，天气若烧热，可能大家较会出来；若无烧热，较寒冷啊，落雨，投票就是加呢。这个一回事啦吼，我甲讲第1阶段吼，敢若大家为着签迄联署书啊吼，因为迄敢若会使用人的用笔去写，啊，伊个写甲足清楚的，所以譬如讲，定有讲孤山敢若迄个孤，大家你写甲，你迄写甲若讲你笔画啊吼连做伙，伊这选委会就讲你这无合格，所以啊吼，定讲有人去联署书，一个人签几啊张无合格，伊就是爱无及格，就是爱签甲讲每一个字，敢若参电脑看就知影，个囡仔看就知影这啥物字，所以我讲你看第1阶段1拍尔。大家都签甲安尼才忝啊！你第2阶段10拍，啊好佳在啦吼。即摆讲中选会讲会使你签名以外，会使用电脑印啦吼。所以我讲其实你要找人出来签名，毋是简单的代志。其实大家爱真正讲，我对即个代志有一个看法，有认知，讲真正我是要出来讲要罢免。头拄仔教授有讲啦吼，头拄仔咱即个较早咱的同事了先生部分，我都常常佫想起来，头前是佫一个铺陈，就是有一个过程，啥物呢？伊去讲迄个外交部，台外交部的议程，讲洪都拉斯的虾啊吼，啊中国无甲买啦吼，啊咱台湾这外交部无够拍拼，啊讲要台外交部的议程，大家就想讲啊，这甲咱啥物关系？因为洪都拉斯要甲咱断交，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素嘛吼，但是你无要白虾，啊毋是台湾无爱买，也是中国答应这个洪都拉斯爱去买嘛吼，所以这个。公共的这个政治的品质啊，吼，看起来是大家是无介满意。我嘛听真侪先辈讲，过去咱虽然政党轮替啦，吼，遮侪遍，嘛无像即遍的立法院遮混乱、遮乱，无看过。啊，变做总统的时阵，民进党嘛是少数啦，吼。但是你看，迄个制度也是大家咧讨论议程，咱咧新北市讨论议程咯，无像安尼嘛。虽然讲咱知影，咱的抗争无毋对，但是嘛袂去讲啊，创安尼。老岁老弟啊！你安尼甲问伊要安怎？我讲实在，咱真正咱事实是安尼，朋友拢讲事实。咱新北市咧讨论议程，咧足理性诶。伊即摆是安尼讲吼，因民进党吼，逐边拢抄1000多张，吼1000多张迄个吼动力删除单，对，绝对会写。咱平常时讲，阮遐个官员吼，阮遐个官员吼，真正辛苦。遐个官员吼，咱都党团协商来一条一条来，吼，咱一局一局来，咱是真认真哦。咱要抬人拢来，讲清楚。问局长来，人要甲你抬。来，你说明
第要抬是互记三声，先甲记三声。来，挨一个。第要抬互死，先记三声，但互你记一来，看要互你抬无。结果吼，遐局长吼啊，拜托啦，安怎就解释清楚。啊，好啦，无卖抬，抽回同意，抽回同意。重点是这个讨论的过程有啊，大家蛮理性的讨论啊。是啊，真理性。但是我讲，即马民众就是去拜访遐个规模。对啊，即马就是讲，立法院发生的过程，就是讲，咱希望看到这理性的讨论就无快嘛。啊，结果大家即马。咱准备要开议啊嘛吼，啊真侪即局处长来拜访，定定嘛讲到预算的问题，中央的预算出问题，咱地方的预算共款会联动嘛吼，会出问题，会去接到，所以尤其是教育啦吼，还是这卫生啦啊，这社会局的福利啦吼，定定嘛牵做伙，新北市的预算有6成，中央补助用要是6成啦，就收入啦吼，所以影响是真大。啊，你袂使讲中央咧讨论了啊。当然，我嘛理解讲，本来咱做民意代表就是爱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讲起来，你若无甲监督，伊就咧啊吼，愈来愈难嘛。这袂使讲哦，就放互伊安怎？就算讲我家己是执政党的这个议员，阮对中央就是讲，你爱做的，你嘛是袂使讲啊，干那安尼放互喏，完全去支持。我嘛有找立法议员讲啊，这中央有一寡部会无配合的，咱嘛爱甲修理，对无？但是即摆变做规个状况是无介理性的咧进行，啊，抬预算抬到安尼去，变做基层的老百姓开始有一寡感受的时阵，我讲迄个罢免的火其实是安尼一点一点累积，迄火咧烧，毋是真正是讲安尼茶拄咧就烧起来，迄内底已经足侪茶，哦，迄温度已经豆累积起来，迄所以最后是迄口气吹落，吼，火才倒起来。所以我讲，其实即摆第二阶段吼，大家若讲要趁这个机会2个月期间嘛吼，其实人讲这是一个冷静的期间啦吼，确实就是，那即摆国民党确实就认为讲，好过去咱讨论这个议题的过程，还是议程的过程是有问题，是毋真紧收煞。我讲实在，即摆收煞了，可能民众就讲啊，无影响啊，安尼是毋是罢免咱嘛会使改一个想法，还是讲啊，我就硬无爱安尼，我就是讲过法，就是爱硬处理，就是安尼执行。啊，创甲咱规个社会啊吼运作袂起来。所以，议员你认为还佫有得看？有得看啦，一定有得看，因为当然因为我吼民国吼94年我就伫立法院做助理啊，迄当阵阿扁也伫执政，我阮的头家做李家进李家进吼，我迄当阵阿扁也伫执政吼，咱平常心讲，遐国会的副会联络人吼。逐工拢伫阮的办公室，就巴结的咯，来啦，头家吼，喂，请俺去食饭啦吼，我去迄度边仔是迄度食，迄个喜来登吼食饭开讲讲，拜托阮的预算赶迄度斗3工的吼，人真巴结。我你即摆你讲，恁执政党敢有安尼伫巴结？我所了解完全无。咱平常心讲，硬啊拄硬，吼石头吼去碰鸡卵落去，就破去啊嘛。所以我是认为执政党爱搁较谦虚一个啊，拜托吼，爱出来讲。就跟阮议会共款，局长叫来朋友，你要抬这条，来，阮议长伫遐，议长，你为什么人要甲你抬？你爱讲我清楚嘛？人朋友，吼，人要甲你抬，一定有原因嘛？我你来甲解说，我结果解说吼，我解说人会当接受。听起来敢若有和解的机会啦，但是下礼拜就叫要火车要烧弄啊啦，李老师，下礼拜就互议案两件啦，一个是总预算，啊，一个是这个财法。在违法，哇！这若车拼落，又搁是标过来啦。上重要。照你讲啦吼，那即马拿甲你个即马气氛来讲吼，调遐气氛来讲吼，后礼拜复议案吼，一定会去有否决掉。车变去啊啦。一定的啦，因为即马来讲一定无法度，已经这个已经大家对干啦，这无法度啦，因为大家拢无想要扭嘛，啊你国民党就是感觉讲。啊！你这个卓荣泰行政院长，你这部会的这个部会首长，无人一个人，大家踮咧甲个立法委员踮咧交陪。你个国会联络人，那将来无甲在野党的人讲，参详讲啊，这个议程要安变嘛，变弄嘛，就像他们2个议员咧讲嘛。啊，问题就是安尼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8年，大家拢知哦，差不多就蔡英文执政的时阵，完全执政嘛，所以其实因拢无咧插在野党的，对啊，对无？啊，所以即马在野党两个党加起来过半数的时阵，变讲，因有权力就较大啊。啊，你习惯对啊，你的
执政党啊继续搁用过去迄8年迄个情形啊继续像我替老师，我直接问啦，你一个病人送入来，即个去检测哦，你这空喙吼，这头一刀要落倒位啦？这吼，这都足歹讲啊，因为要安怎讲？因为你讲，当然你若要甲急救，当然是上重要，对伊生命上危害上大的所在开始做嘛。很不然，就医生案都袂过啊。当然啦，啊你若要互过吼，袂讲我歹听，本来进前嘛，大家拢知影讲，你若有一个机会时，大家应该过来参详。问题大家拢无爱啊，两边拢无爱让啊，你讲三方拢无爱让啊。啊，到尾大家想讲，即摆这吼变做刷去啊国外去呢。人国外的这个国会议员就讲吼，你这个 KMT 啊，国民党哦，恁这个咧算 play the dangerous game。我是感觉讲啦，这吼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有伤。形象歹，对整个台湾形象嘛歹呢。问题大家拢知影，迄其实拢是民进党踮咧外口直直咧操作，直咧操作。迄我讲吼，阮伫执政时，哦，马英九甲1亿。啊，一条8000，一兆8000亿，一条8000亿，即摆已经吼2条9000亿啦。安尼你讲我无法度执政，我无钱啊！我即摆吼行政议会嘛无地无，你敢议员是咧讲国防医生啦？国防医生今年吼差不多编差不多4000，差不多4900亿左右，未算讲这个特别嘅。这个朋友，小等我互你说讲一下国防医生。我先麻烦你是讲。问题是正冻结，咱其实拢无删除，是冻结0.1%。李老师，伊迄是议会爱才会当改起来呢，对，唔是委员会呢。一定会改啦。哦，一定会改，一定会改啦。较早嘛拢安尼啊。迄一定会改啦。问题就是讲，你民进党当时愿意讲，大家坐来，大家好讲嘛。来，蔡老师。其实迄听说唔是安尼啦吼，一直委员会开一摆了。即个部会联络人，大家拢去讲好啊。无煞哦，伊个反晓伫三读进前讲抬900亿，抬无够的，恁家己举刀啊，家己抬。哦，这种事实。哦，啊，艰辛，你伫要抬遐济，哦，啊，你后来佫反晓，啊，即马来讲吼，哦，阮这罢免的心中足刁滴的啦，啊，阮足故意的，你毋通刁滴假故意啊。什么意思？就是讲，事实上是安那会造成这，你拢敢若讲总数啦。但是今年有可能行政院的计划会较济，税收有可能嘛会较济啦。你袂使敢若看总数比例，若要看总数比例，恁是所有即届是抬6%啦，哦，抬6%，过往拢是抬2%左右啦，哦，啊，恁佫有一寡较含的所在是，像迄监察院啊96%啦，吼，卫生纸爱家己砸，老师去开会，歹势，阮无钱要互你。吼，即么总统府暗时啊嘛无电火，哦，我的意思就是讲，咱换一个思考啦。今仔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得手的时，恁敢爱安尼？哦，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市长，那民进党得手的时，伊敢爱安尼？伊嘛袂爱安尼嘛。吼，啊，即摆讲吼，啊，莫删掉阮地方的预算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即届的审查嘛是地方的选委会啊，你莫去讲中央的责任嘛，地方选委会审查起来啊，啊，迄是国民党执政的管区啊，哦，这种事实啦，吼，我的意思就是讲，这几件代志，吼，你讲怪因拢无去协调啦，但是我问你啊，像吴国昌立委，因迄个党安怎讲？3%，我管他你啥物？我问你要安怎协调啥啦？你去就是伊一句话尔啦，你无再甲伊协调啦。好，啊，恁大家要对伊就准。吼，即摆若较甲你讲，吼，国外安怎拄安怎的时阵，拢袂赴啊嘛。我甲你讲要爱落软，就是讲大家坐落来，吼，用3读、4读、5读方法，甲解决即届，因无爱。你讲吼爱用追加预算的，慢慢啊用。啊，结果即摆火势较大的时阵，恁较来咧伫遐话讲，哦，够烧呢，真疼呢，迄拢袂赴啊嘛。但是蔡老师，是啊，我回头讲转来吼，是，这2阶段的这个罢免其实还佫60天咯。是。哦，这还佫一个冷静期哦。是。但一般这个罢免的经验来看，其实要窜过上后要进入第3阶段，还佫有得看呢。你认为刷落来，执政党还佫有其他什么部署？毋是啊，即摆就是讲，这是财因为上重要，总预算有都爱过啊。对，啊，这是财赃黄的，啥物意思？就是袂稳啊，袂稳就是讲，若无法度遐侪人出来。
就是无过嘛，就会话。你家己就是无努力嘛，对不对？啊，但是讲，因佫继续伫遐烧哦，意思讲啊，无要紧，我总硬过，我毋免佫过迄，阮国民党就坚持安尼。哦，啊，即马第二阶段若佫过，哦，啊，大家就是我讲啦，无遐简单啦，吼，这毋是讲路边去挽迄个把啦安尼凊彩捡就有啦，无遐尼简单啦。啊，但是就是讲，无要紧。因为甲这个坎站啊，只有是安尼，啊无要安怎？因为我讲啦，人民会当选你，嘛会当甲你罢免啦，袂当讲好人民选你就哦，拢袂使甲我罢免，这4年要甲我罢免，你后届莫选我就好，无，咱的规定毋是安尼，吼，啊若是无好，咱要退回，嘛是会当退回啊，吼，啊你若感觉讲国民党会使好，你要退回，无要紧，你嘛是照听数来。啊，拜托，莫去用迄个死人的部分啦，迄真正对无较无好啦。我反映一下。我先和你讲1分钟，我就让互朋友来。我咱老师讲的吼，一托吼，阮小组台吼，2托会当台无？报读会可不可以删？可以嘛？咱2托，哎嘛删除东一单嘛是一大堆啊。那有讲你讲小组台湾，吼，国委员会台湾就大会袂当台，你看。不是袂当台，是你甲人台遐，即马你佫讲去要甲伊佫协调时，伊讲甲你讲要统，要佫台偌济。老师你毋知吼，这预算是安尼啦吼。咱有小组，我嘛有小组呢，一组2審、2審、3審嘛吼。阮小组台湾上去大会要2托，大会啊，大会要來開2托。那嘛是东一单嘛是一堆啊！我嘛甲你讲，我恁家己召集人你家己你民进党的呢，我恁安尼恁家己个抬干呢，我你抬你抬会大个，我伊嘛讲，我无法度，我讲每一个议员都有当抬预算，议员袂当追加预算嘛，对不？所以讲我讲，这是阮做民意代表天真的，我感觉你政府这编伤济，你为什么红单吼？你甲人编100亿，结果收50亿，安尼你就胡编嘛，我就甲你抬一寡掉嘛。但是议员。嘛不变啊，太济啊吧，这摆。不啦，当然吼，咱有一款物件，你要干啥物啦？咱吼，民进党早期以来就是讲主张会监察院、会考试院、行政会立法院、行政院，吼，我搁一个迄个啥，迄个司法院安尼就好嘛。我迄要抬掉，我嘛讲好，尾就做一遍来做一个大改革嘛，迄嘛袂要紧啊。我这当沟通无会嘛。是，但是迄是你监督立法院甲行政院的重要宪政机关，哦，爱甲抬到96%足限。啊，比如讲，即马今仔国民党做总统，还是国民党行政院长恁咧换啦，吼，啊，恁送个预算个，啊，民进党讲干怎伊向甲抬掉，恁嘛是袂当接受嘛，对不对？你做议员就是袂当接受啊，哦。我感觉就是按一个合理的范围，毋是三都袂当抬啊。但是就是讲，你若那个翻来翻去，遐联络人无法度甲你处理啊。是安怎？我讲一个我个人意见咧，96%吼，若是变做69%吼，可能啊讲会过去啊。你96%就是意思就是讲，你就规矩吊顶的意思，对不对？是不是安尼？96%，剩4%是要创啥？你这是冻结预算，全面删除预算嘛？不是冻结嘛？是你前主席就袂当用嘛？不是安尼吗？来，朋友来。是我要先讲者，就是讲，其实咱中央政府的甲地方政府的这预算啊，吼，为这10几年来是一直增加真多啦，吼。较早台北关的时阵，我想咱经济遐应该嘛真清楚，迄当阵几啊百亿的这个预算，嘿，600几亿、600-700亿，到即马吼来已经超过2000亿2000亿啊！所以你若照这个比例来看，咱中央政府为较早1条，到即马用要3条去啊，吼，其实迄就是基本上大家拢真清楚。譬如讲，你基本的工资为超过16000块、17000块，到即摆已经用要30000块啊！吼，这本来就是这社会咧进步啊！吼，这物价啦，吼，咧通货膨胀，这影响本来就真大，这拢对咱的预算有影响。所以我是袂去挂讲这个数字的增加减少是做一个合理无合理，重点是咱看这算讲支出啊！吼，是毋是真正是老百姓期待这政治爱做的工课？啊，那国防预算，那国防预算这就真复杂，就是讲，其实我头拄来时嘛一直咧想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拢真知影吼，这个美国拄换总统啦，啊，这个总统啊吼，伊的这个性格啦吼，甲传统的政治人物较无共，所以伊有真侪想法，对咱即摆世界局势有真大影响。所以讲起来是咱台湾内部应该真团结去共同来面对这个即摆美国总统，伊希望讲世界局势要安怎来改变，啊安怎来做对台湾较有利啦吼。所以若讲即摆有一寡人，一寡美国的这政治人物针对咱台湾国内政治有一寡批评啊，吼，我是感觉咱爱真细致，因为讲起来，我嘛袂使讲哦，全部拢国民党讲起来，民进党咧
头拄咱咧讲内部即个沟通的部分是不是做了无够好？咱家己嘛要真检讨。但是若讲互美国去看讲咱台湾内底无团结，也是讲对咱台湾的即个国家的即个利益无一个共款的看法的时阵吼，讲起来迄落人看衰啦吼，是毋是？因就知影讲啊，这台湾啊吼内部是安尼，啊以后是毋是咱较大来甲瑞落吼？台湾就安尼全部拢听美国，我讲这嘛无一定，也是讲听什么方向。无一定符合咱台湾的这个利益，我是感觉这嘛毋是好代志啦吼。所以毋管安怎，咱即摆应该是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去团结起来，去面对即摆世界局势真大变化的时机。因为我讲起来，你要面对这个变化，上重要是啥物？你国家的力量伫倒位？你是毋是手头你有钱有资源，会使来甲遮其他的国家，你要做投资，还是你要做啥物合作？这拢是中央政府爱负责的。毋是讲地方政府啊，伊会使来换头的工课啦吼，所以我讲即马真紧张的时机，为虾米？这川普总统啊吼，伊的团队咧甲外国咧讲这代志的时阵，无像过去是讲啊，咱即马要来讲一项代志，讲一礼拜，开一礼拜的会，才讲啊，我有啥物成果？毋是，伊即马是讲啊，你即马袂啊随便处理，媒体随便放送。无讲好，电视台嘛，甲你讲出来，即马就是要冲突，就是要冤家，啊，等于我讲啊，啊后壁再讲啊，无要来讲无，无过来翻起翻倒啊，这其实啦吼，这对世界来讲，大家拢真紧张的状况，台湾嘛应该调整家己的这个脚步，尤其台湾的政治界，咱这参与者吼，应该拢有一个心情，就讲，咱就真知影外国真重视台湾，即马大家拢咧看台湾。因为伊算咱即马台湾的这个台积电，也是讲规个电子业，算是即马全世界经济真重要一个因素。所以，议员你有主张讲，民进党在第二阶段的罢免，应该以立法院目前和解的进度如何，会当啊做好代志来作为前提，再来进行讲，我要来100%支持着罢免。你个人敢有支持这种想法？我是感觉讲这是抓袂掉啦，吼，因为这当然，咱党内有2种声音，一种就是头拄主持人讲的这种方式，另外一种即马就讲头已经洗到遮吼，二阶段你若无处理啊吼，这政党，我头拄嘛甲经济遐讲，头拄迄讲要抬900几亿，迄讲起来，迄嘛毋是国民党出的题目咧，迄是民众党黄国昌召集人召委，伊即摆做主席啦吼。伊提案呢，哦，啊，结果国民党就迄台车，哦，大家做伙要回家烧咯。调底啦，伊结果伊啦。无，伊个无伊个代志，因为罢免就袂着伊嘛，所以伊伫遐坚持讲起来，伊对台湾社会造成即款伤害，啊，结果拢无伊个代志，我讲这嘛无合理，所以应该是讲好，要讲毋是干咱拿力个去讲尔，伊重点是因为每一个民意代表共款大，每一个意见拢爱大家尊重 ，OK， 啊，即摆我就讲，即摆即个时机是啥物时机？大家上重要是毋是讲哦？我对民进党不满，所以我要甲修理。这个心态、这个想法是毋是暂时甲收起来？咱来共同来处理台湾即摆面对这个挑战，是毋是较重要的代志？那有愿意安尼做，我认为啦，就像咱个经济要讲电话嘛，足简单的代志。咱这立法委员要沟通、要讲电话、要敲代志，嘛无遐困难嘛。问题就是是毋是大家有这个想法？那无啊，罢免当然嘛继续行，罢免继续行。但是吼，我要问这李老师吼，因为你地科出身的，即马已经在2月25号吼，美国一本这个刊物吼，叫做《外交事务》，是顶头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这个撰写的人吼，是算作是川普的团队内面外交团队的一员呐，伊就写讲啊，台湾的战略的地位咯，无遐重要啦。但是我也问过吼相关的人士，伊讲吼，这无啦，这吼这是毋是主流的意见啊？恁家己的评估呢？是啦，这要怎讲？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吼，美国其实嘛有所谓的挺台论，啊加弃台论啊，吼，其实甲台湾拢共款。啊，挺台论甲弃台论吼，其实对因来讲，因的分别，毋是讲一定爱把台海事务交中共去管，咱美国从此就是撒手不管，迄嘛毋是。对因来讲吼，维持美国踮咧即个印太地区
的这个领导地位，啊是讲大家有人讲哦霸权地位吼，这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啦，嘛是上重要的利益。而且对美国来讲吼，台湾的安全是攸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严重关切。这点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对美国来讲吼，唔是讲要放弃台湾，而是讲要力挺台湾到底。对美国来讲是讲，安怎点样维护台湾这个安全，还是卖点样拍破这个两岸这个和平甲稳定的这个时阵呢，要来支持台湾。所以讲这篇文章呢来讲吼，当然你会讲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这个弃台论的一个发生啦。因为对美国来讲，因为即摆中国大陆因为感觉讲啊，中国大陆即摆军事啦、经济啦，吼，甲即个外交即个实力愈来愈强，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挑战。所以对美国应该袂去讲甲即个眼光放喺台湾，伊要甲美国踮喺印太地区规个一个整体利益做这个通盘考量。所以伊也才感觉讲美国袂。所以李老师，你有认为？不管你有代表无代表国民党抵抗的看法吼，你认为国民党有意识着讲美国人其实唔是专业性的来依台或者是弃台啊？乃至到讲国民党咧发言的时阵，爱注意这个美感。所以啦，所以为什么常常咧讲，中共那边常常咧骂迄个朱立文，你就是美国人嘛？你什么代志拢挖美国嘛？因为对因拢定咧骂讲朱立文没有用心在两岸关系啦，伊就是咧定咧走亲美。哦，你认为朱主席是这个款？一定的啊，因为对阮国民党来讲，对朱立文，对其实为台湾的安全来讲，甲美国拍好关系是咱台湾安全的这个后盾。国民党一寡委员看起来，言论唔是安尼呢？无啦。讲是安尼讲啦，问题因正正做时，因家己嘛知影，因家己嘛知影讲，你无美国的保护，安怎讲拢无效啦。安尼想哦，这是一定的啊。那赵老师你安怎看？你无对啊，就是讲伊即件代志吼，伫即个杂志写的这吼，伊迄拢是推论啦，哦，啥物意思？就是讲啊，中共若有台湾了吼，嘛无知影讲伊会当争取到地区的霸权。啊，事实上，中国若有台湾了，伊有法度成为西太平洋的霸权。所以美国袂当互即件代志发生，因为根据国际政治的理论，我就是袂使互中国大汉。但是咱台湾有一帮人啊，伊就感觉讲啊，美国袂来啦，民进党执政啦，吼，啊，这会引起战争啦。以美论、以台论、以赖清德，吼，这就是一贯因的态度甲认知啦，吼，包括中国嘛是安尼送啦。啊，但是国民党一方面去美国讲吼，阮足重视国防的啦，吼，啊嘛要来合作啦，啊，但是倒来台湾呢，台国防预算啦，吼，这林委员一只，林议员一只应该足清楚的啊，但是就是讲，像美国人来讲，啊，你家己都无主张要较家己要吼，要家己的力量放家己较有一个吼。自主啊，家己讲愿意要来防卫的时阵，阮美国人谁那要甲你斗三工啦？伊其实因咧讲的拢是安尼啦。但是像李老师讲的，讲其实但国民党本身是无，讲是安尼讲，但实际上袂。讲是要行两票啦，是讲对杜方你的合理国防预算一定支持嘛。是。啊，问题你这个潜舰，咱的原型舰还未测试完成。对。好，你的本来要变14艘呢，到要变7艘啊！啊，你全部钱拢坑去啊！我意思就是讲，比如讲这台积电去美国的时阵啦，吼，伊即摆就甲你讲吼，规个去互美国人退啊！伊甲你讲安尼啊，啊，事实上咱是去遐设公司，迄民主国家，迄袂去用，迄落去。我这想要买一题吼，要请两位来解读一下吼。这 TPOC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嘛，大罢免最新民调，85%以上民众认为立法院冲突严重，超过4成认为。多数党吼责任大，选区立委满意度，民进党选区5成6是满意，国民党是4成3，那是中心投票5成4会支持原来的候选人。两位
议员，互你先讲。我先讲，我就认为讲，其实啦吼，讲起来是台湾人是真愿意互咱第二遍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啦。所以我讲，若有任何谈无好，会使解决现今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状况都有转变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大家对这个现况是真不满，这比例是真悬嘛，真了解是虾米状况啦吼。所以唔通甲讲啊，这是向咧煽动。我讲这是唔是安尼？因为我亲身我讲起来，我亲身有遮个罢免团体啊吼，的朋友做伙过。我讲起来吼，有人讲迄种民进党，我讲这人我一个拢无熟悉，因拢知影我是啥，但是我一个拢无熟悉。啊，因甲咱接受加一个要求讲，我出来是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所以你民进党来甲我斗相共，反而是因安尼甲咱要求啦。你若无法斗相共，叫人骂。嘿，叫人骂，所以我嘛是讲，这就来骂完嘞。所以伊嘛叫人骂嘞。赶快的状况啦。我一点仔时间回应吼，咱老师你讲的啦吼，当然讲武器是安尼啦，你安那买搁较济嘛是无法度甲对方来做一个吼比较啦，吼无可能啦吼。我你讲，我定你讲，我讲该买咱买，我你若讲买较济，阿强啊无人机飞过来，来甲拍落来，拍一只落来。敢无？敢无？唔敢嘛！两话爱讲啦，唔是讲买较济，买较济，你嘛唔敢共拍啦。伊若飞过你嘛唔敢嘛。伊甲你威，伊甲你威。